这中国国台办去年呢，甲这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列入去台独顽国分子的清单内面。今仔日呢，这中庆市公安局发布公告，针对着辛碧荣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立案侦查。辛碧荣表示讲，袂因为安尼生就来惊吓。那刘友辉主委区水政也谴责中共的行为，批评这挺独22条是下过文明法治底线的恶法。 对沈博阳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立案侦查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插播报道，中庆市公安局发出警政通报，指控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发起建立恶行行院涉犯分裂国家罪，决定立案侦查，对此辛碧荣回应，袂安尼就惊。 这已经是不知道第5次还是第6次了，直接用这个刑法以及国安法来做这个所谓的侦查，也就是说呢，他以后呢其实是非常有机会在境外来做相关的逮捕。但我要警告这个中国很可惜的是，不管是我还是台湾人，我们都是没有在害怕的。 辛碧荣回说，中国以刑法甲订独22条发动侦查，后一步可能就是通缉无出席审判。陆委会主席区水正严正谴责中国行为，也强调中国的管辖权无到台湾。中共以所谓惩毒22条这个恶法，对我们的国会议员罗织入罪，我想已经逾越了文明法治的底线。 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之下，我们的国人有免于受到这个中共跨境镇压的迫害，我们会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，针对每个台湾人进行恫吓跟分化。我们知道他的用意，我们不会上当。 其实今年10月到6月，中国公安也分别针对咱国防部政治局、新建大队甲驻通电军发布赏金通缉。区水正指出，中国订独22条，包括终身追诉、当手续管辖，搁较会当没收财产、连累家人，相当甚至判死刑，想要制造心理惊吓的效应，呼吁民众去中国爱提高警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